今日开始，城镇轮型演习配合着汉光42号演习，透早10点到10点半，台南、高雄、屏东实行南行车的交通管制。汉光演习来到第3天，分派驾车在淡水河边进行野战加油，陆军 M1A2T 战车也头一届进驻桃园机场进行防护对空射击。中度风台北海低背直接来台湾，气象署下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外围环流影响，这拜六礼拜呢，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落大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仔日开始呢，这城镇轮型演习配合着汉光42号演习，全国22个县市分做5个区域轮流来操演。早起呢是南部3个县市拍头阵，透早10点到10点半，空军司令部发布着这国家级的警报，这台南、高雄、屏东实行人含车的交通管制。当因第3届南部地区初7透早10点至10点半，拢咧实施2026城镇轮型防空演习，配合国军汉光42号演习，时间一个到，空军司令部运用空中威胁系统发送国家级警报。副总统萧美琴和美国在台协会代表拢到高雄市现场，高雄针对大众运输和卖场避难做检验。演习的时，有民众骑脚踏车，无闭去内面，嘛有车停在路边，警方甲民众看到拢有改善，并无开发。在防法里面，未来所有的368个乡镇都要编成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协助这368个乡镇的应变中心处理一些重大事项。这回台南、高雄甲屏东同时间展开高规格演习，较特别的是，这回南部敢若实施防空疏散，并无实施网络降速，全面落实正式防护，过程敢若真的共款。台南市长会同中央指导官到新野火车站国小等所在指导观察，动员约3000人。这回头摆刷来透早演练，兼备2台空袭机，掌握整个状况。其实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执行。未来不管是天然灾害也好，或者是需要碰到了战争需要也好，那我们都有非常精实这个演练。南部防空演习圆满结束，这回透过跨单位动员和实兵演练，检验防空疏散和灾防救援机制。真正无法度暗算，敢若会当透过平常时实际演习来训练大家应变变化的能力。万不幸，若真正当着，才通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汉光演习来到第3天，分派驾车伫咧淡水河边进行野战加油，演练着这保存战力。那这陆军的上介强的战车 M1A2T 也头一届进驻桃园机场进行防护对空射击。另外呢，这新的空军基地无机去互解放军攻击，地勤人员随进行跑道抢修。那换上2000战机呢，演练挂飞弹，恢复着这防空外形去甲解放军的军机砸落来。建宁大响，飞官冲出警戒线，驾驶幻象2000战机出去移步，发挥快速抢权的优势。幻象战机加速升权，准备拿炸敌机。汉光演习第3天，空军无机基地互共军当作首要攻击目标，若互人毁灭，战机强行无度起降。对这代志，新的空军基地演练互共军攻击了后，展开跑道抢修。地勤人员针对跑道清洁坑，用卡头机吞平，嘛紧急铺设跑道柱。地勤人员正在积极抢修跑滑道的同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后方有车载建议的这个飞弹车正在实施低空防护，进行警戒，防范共军2度空袭。实际上，我们整个作业依照时限是要执行4个小时。经这个相关抢救的时候，暂时我们也会依照车机动员的一个指令，由相关的民间业者来协助一个相关的一个抢修。幻象战机会场了后，地勤人员甲时间比赛，分别伫机室安装魔法飞弹，机腹下骹挂载分保飞弹，互战机防空外形更完整，搁再升空攻击。实弹跟装备的部分都会依照既定去做检查。那在演习期间，我们会加强我们的演练作为。桃园机场是演练日军空降，日军结合民力组全失地，除了分派驾车投入支援，日军上强的战车 M1A2T 嘛头一届进驻机场内，披卖菜编装进行防护对空射击。国军强化大台北
地区的防卫，针对今年通车启用的淡江大桥，防止互强军夺取。头一届上演虹桥演练桥组段，运用肉粽架、更刺具结合抓白铁线网，搁加艾斯科防步墙，这3个防线伫桥边形成200公尺的组织阵地。淡水河道嘛同步设希望油桶、更刺具，拍乱中国反台节奏。负责台北防卫重任的干道指挥部部队投入淡水河防分8架车伫淡江大桥附近出现进行警戒，搁加入现场状况设定强化实践的训练。公司新闻独家直击陆军的部队现踪淡水的渔人码头周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油罐车正准备的帮云豹甲车进行野战加油，让甲车不用返回基地整补，确保持续作战能力。离岛嘛是今年演习严重重点，马防部无机强军封锁马祖周边海峡甲航道。部队结合海巡执行滨海打击，运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海上目标。另外，国军南部防务嘛前往小琉球，部队头一届进驻小琉球，充分运用战略位置，监控海空袭动态，掌握敌情。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国军当咧汉光42号演习，海军的海防大队这雄风飞弹车也演练去到战术位置，反制解放军军舰的威胁。不过呢，捌伫咧海防大队生出来的士兵，却走去做间谍。2023年的时阵，伊偷去着飞弹发射车，操演教学示范等资料，交予中共的情报人员，摕到3万8。也那台中地方法院昨一审改判刑2年7个月。接到汉光演习的上定任务，海军海防大队的雄风飞弹车是随赶到战术位，要反制海上中国军舰的威胁，所以因为安尼变作中国的目标。一个海防大队生出来士兵，就伫2023年的时阵，消防态度的龙袍赛任的查甫人的乌钱，偷去向日飞弹发射车的放伫顶地操演教官，标准作业定数手册这资料，转交予中国的情报人员，拢总趁3.8万。台中第一车6一审照贪污定罪，判生出来查甫人2年7个月，专案阁会当上诉。雄风2型飞弹是中科院学美国预测反舰飞弹的功能，发展量产的反舰飞弹，对1990年开始正式服役，有6射车载含蓝射型，改良了后的精定型，上大射程会当到250公里，是国军主力的反舰武器之一。或者讲，若向日飞弹机动部署的定数含关节和中国掌握，会对国防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中共如果说他要对外发航，或者是以这个军舰集结要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话，那这些反舰飞弹或者远射程的反舰飞弹，以及这个陆地机动的反舰飞弹，对他们来讲威胁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当然会想办法来得到相关的情报，它的战力效果如何，或者是如何的部署，那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机动啊，然后它的作战的准则跟方式。另外，因为涉犯中国间谍案防起诉收押的前电视台主播林新友，刚刚被告内面有6个现役退役的军人，内面1个退役的现役的士官，涉嫌团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飞弹车保养检测手册，和其他的共犯，随后佫把手机记录抬掉，考虑有特警灭证逃亡的可能。叫他第一裁定初7开始佫延长期限2个月。学者分析，咱向美方来采购的海马斯有高机动性和精准的打击能力，是反制中国军队的重要武器。国军的接收和训练的状况，自然就变作中国情报收集的主要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三地门呢，有民众车衫伫遐水源地征收水沟的时阵，看到乌蚬。林业署等单位接到通报了后，也赶到现场，发现讲有乌蚬活动的分裂。伫现场呢，也采取自动翕相机，要来监测到这乌蚬的活动状况。也提醒咱的民众，若阵看到这乌蚬，爱赶紧来通报。伫咧山区活动的时阵，身躯顶会当炸这蚬铃啊，这乌蚬若听到声，就来先闪开啊。研究人员检查涂骹台湾乌蚬的排便，林业署接到通报，屏东山地门乡安坡村有人出入伫山区水源地收水道时阵拄到蚬，蚬甲伊即个离15公尺，好像有那个折的声音，那种折竹子的声音，我才抬头，那个熊一下子就站起来，一下子在凶，马上把我的东西收一收，然后退回去。当地人已经20几天唔捌看过蚬。这边看到的所在离部落只敢若8公里，就惊讲对部落造成安全的问题。安坡村长甲林长也来到现场了解情形。所以我们第2天就上去，然后上去以后才知道那个有熊，那边有熊爪，顺便给他拍照。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要去的话，结伴同行去，一起去这样。
树仔顶有看到咸料过粉粒，林业署等单位找过来现场勘查，发现卡了粉也有排便即款生活粉粒，而且卡了粉有大有细有新有旧，可能唔哪一只，也可能旧年就来遮找食的。伫现场才自动翕相机监测。真的遇到熊的话，赶快就是慢慢的后退，不要去尝试装死爬树啊。黑熊比我们还会爬，聚落居民需要上山务农，就是携带会发出声响的物品或者是熊铃，不要让熊觉得说我们很好亲近。台电工作人员今年6月伫中横便道就看到咸。台湾乌咸活动的范围，这几年慢慢转向浅山，伫山区看到咸的机会愈来愈大。林业署提醒民众，若看到咸，一定要赶紧通报。若山区的民众，就要将刺化的食物或者是喷收获好，较袂互咸为了要找食挖滚面体。记者综合报道。所落来就是旧历7月咯，民众会普渡，为了要减少这金纸的使用量，彰化县的环保局就推出新制度。若准有凭旧年减少1成，就免收这处理费。若准这金纸量一直咧增加，一年处理量超过50吨的公标，若准超过部分呢，就要收这处理费用啊。也要求这公标呢，爱甲这金纸家己再去分化抢。信用提金纸去金炉烧化，表达对新民的虔诚。各地公庙持续宣传金纸减量加集中烧的措施，民众表示认同。这下着小这个潮流，这个人世间的潮流哦，可能就是要安尼做法。那老一辈就觉得这样比较不妥。其实如果说真的可以代烧，我们现在目前都是环保金纸，那环保的东西本来就是越做越少。彰化县环保局统计，彰化县配合金纸集中烧，差不多有300间公庙，入去焚化炉的处理量为2019年1200多吨，增加到去年1400多吨。永国县政府提供免费再运甲集中处理，减少户外烧金纸的污染。为了为源头减量，环保局决定开始实施收费。比如说，我今年最多只帮你在一个基本的数量，那你超过的部分呢，你就要自己再到西周湖那卤。然后你如果要每年都要给我减少10% 的数量，那你如果没有达成的话，你多出来就是要那个部分是要付钱。环保局分析，虽然愿意配合集中烧的公庙变济，不过部分香火真兴的庙，金纸使用量持续增加。伫中原普渡等大型祭典，金纸就会超过50吨。所以新制度规定，大型公庙若比前一年减量1成，就免收费；对其他规模的公庙限压15吨。每一份的分量会比较少啊，包括抓紧纸质的部分把它调整，变成比较蓬松。看南宫元清观很快，那15吨就达到了。那事实上，其他庙都只有焚烧一点点而已。其他较侪公庙表示，平常时啊非节目时段也是开放金炉少量烧化。管理15间公有寺庙的彰化市公所表示，会采购其他有环保标章，也是纸质较轻的金纸，来减少金纸可能超量的压力。记者采访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家己袂使原春这油厂验到苦地油苯偏比超标，也影响到其他在地苦地油业者。北山的这地油生产合作社是强调讲，因含原春油厂无任何关系，3年前就开始做这苯偏比的检验咯。北山老家的业者也讲，这过油的原料拢是因家己种的，消费者唔免烦恼。上烘好的苦地籽倒入去油车内底，经过蒸油过滤的过程，豆豆仔来收集蒸出来苦地油。这是梅山乡大坪老家苦地油的生产过程。业者讲，因的苦地籽拢是在地种的，用传统的方式来蒸油，虽然较慢，不过生产的过程拢看得到，民众会当放心。也有买的啦，自己种的没有那么多啦。对呀。那都是买我们当地的。对呀，对呀，对呀。这个都30、40都下来了，你看我们都有控制时间，一个人在那边顾，时间到我们就下来了。因为家己县梅山乡有这样工厂，互验出苯偏比超标，检调单位来追查来源，梅山生产苦地油的拢烦恼会受到影响。这就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为着要保护商户，伊就提出相关的资料，并且因甲出问题的工厂无任何关系，而且强调为3年前就家己咧做苯偏比检验。我们其实在3年前的时候，我们就配合去做一些检验跟自主的改善，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改善一些设备啦，改善一些检验报告啦，我们其实已经追查3年以上了。合作社表示，这个事件已经对因的生意影响2成到3成，出面来澄清，嘛是希望社会了解代志完整的经过。
刷来除了配合检调单位的调查以外，阁会将伊食品检验的相关结果放伫列册顶面，希望互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宜兰头城代表会昨审查通过要普发现金3000块预算，不过代表尤锡在伊是反对，伊烦恼讲若准发现金的民众会影响到新设幼儿园还有连骨塔等建设。不过公署强调讲绝对袂影响，按算10月就要发钱啊。 3000块现金，车了进前，只要设置伫头城，就领会到。头城顶面代表会审议通过，镇公所对价8400万，普发现金3000块预算，毋过有代表反对。今仔日如果讲咱该做这媒体拢做好啊，大骨头嘛起好啊，叫我代表会你过两遍啊，你嘛拢完成啊，卖讲3000啊，5000我嘛赞同规划。 尤锡在要求要伫会议记录当中签名反对这条预算，伊认为普发现金的预算来源是因为公所调工唔执行，真侪年前就规划好的新设的连骨塔、佮幼稚园等等的建设预算，钱才有剩，根本是占建设的预算来发现金，而且今年是选举年，安尼做无妥当。所以讲代表担心着讲是毋是会去影响到这个排挤到其他预算，我想直接来甲你报告吼，完全无可能。 不过会议当中，有代表认为预算来源无违法，普发现金就无问题。这条对价预算落尾也是伫代表会审议通过。镇公所是强调钱库量商，普发现金完全未占到建设的预算，而且拢是去年存的钱。有对咱百姓有照顾啊，有帮助有照顾，安尼百姓就生活较好过。买来食，买来食，对啊。还是做公益事件啊，上做公益。 民众对普发现金是真欢喜，镇公所表示，普发现金是因应最近关税冲击、各路市场衰退，也个地方产业发展的挑战，希望当振兴民间的消费、甲地方的经济，带动观光、甲在地产业的发展。按算上紧10月就会发钱。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高雄南仔溪科技园区有一间电子公司的外墙当咧征收，因有大应价，想要到今早起10点外时阵雄倒去，加在是无人伤亡。不过有几落台车去撼到，也因为这风台北海地当咧晚间，高雄也开始出现强风了。但是因为这风伤过头所引起的咧，佫需要调查。哇，整片。 风台北海底还未到，应价就先倒去。早一早起要11点的时阵，南子科技园区内面一栋电子公司的大楼，当在做外壁的征收油漆，承包厂商搭的这6层楼高的应价，雄雄是规面倒落来，互附近的民众和上班的人员拢着生惊。警察接到通报了后，随赶去封锁而且指挥现场，好佳在无人员伤亡，但停伫边仔停车格5-6台车拢互撼歹去。有啊，是讲是啥烧弄啊，是安怎？响一声安尼行一条安尼。我慢慢移位尔，然后移位慢慢过落来。已经吹2点，吹要2点钟，因为今日我有万安演习，系啊，所以应该是路中我炸了啦，变成慢些破来呀。无万安演习可能就袂过啊。台风一阵一阵，互人有感受到这北海地风台就要来啊！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署是针对高雄在内10个县市发布透风特报，会发生平均风6级以上，还是准风8级以上的透风。 高雄凤鼻头测站测到的最大阵风达到7级，另外在弥陀区的南寮测站也测到平均风5级的风势。目前气象署持续针对高雄沿海空旷地区发布的强风特报。 案发的公司是日本商的集团，在伫高雄南子科技产业园区的分公司，而且第一时间并无随通报经销，到底敢是因为透风造成应价倒去？负责管理园区的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表示讲，事发的原因即马还在了解。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县的肉品市场用要40年了，设备真旧，而且附近的就是这屏东的健康产业园区内面的屏东期待病院9月底就要开始营运。这肉品市场要刷去倒位，到当时拢无进度。那县政府表示讲，已经委托专业的团队来做评估，希望今年底会当有结果。
对过记载房仔无用咧施工，工地人员赶进度。屏东医大病院要起好啊，29月底就要启用。这个所在嘛是未来屏东健康产业园区的范围。不过外界认为，医疗园区边仔就是肉品市场，敢若无介理想。有关议员伫5年前就建议，肉品市场爱刷所在，不过到今拢无进一步的消息。选址的部分也要涉及到所谓的交通便利，然后人口密集，还有我们的环境敏感区位的部分哈，所以选址上可能会比较困难。那我们也积极在评估选址当中。屏东县肉品市场，逐工拢有猪仔拍卖和台猪作业，占地大约4公顷。每年交易量33万只猪，产值超过38亿。但是肉品市场的环境较无理想，猪仔拢较有臭味，造成县府选址有一定的困难度。县议员表示，若有适合的地点，会到协助沟通，希望赶紧找到好的所在。医院准备要启用了哈，其实有这样子一个肉品的一个设施在旁边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困扰啦。有曾经努力过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去帮忙去协调、去沟通的。那我希望县政府这边还是可以再来努力一下。面对医大病院特别启用，肉品市场搬线一直无法度定案。屏东县政府表示，今年4月已经委托专业团队伫县内继续评估适合的地点，希望今年底进前完成选址作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洪台伫要来这北部、东北部大省受到影响，家人正滨渔港初七下晡呢，渔船拢成立港落会甲船白复调。大埔仑沙坡因为这海涌开始变大咯，而且前一天发生渡水意外，市政府已经提早封起来。既然的乌石港也加强戒备，出动海巡人员抗游客离开。气象署也提醒讲，这风台天千万唔通耍水看海涌。冷冻鱼货分开包装，一包一包为渔船顶下货。码头区客满工作人员紧将货品称重包装，风台北海猪随便来，各界把握时间处理。起渔货，因为台风要来，他们一定会进港卸货啊，要不然风浪那么大，怎么出去？东北角上升影响，伫家人正滨渔港，本来渔船出海一届就会点挖近1个月，这届差不多2礼拜就赶登来下货，所来就紧甲渔船伫港内固定，避免去互风影吹歹。基隆的大武仑沙滩每到夏天都是满满的游客，不过如今现场空无一人，而且入口拉起黄色封锁线，也贴上公告，市府宣布台风来临，海况不佳，紧急提前封闭大武仑沙滩。家人的大武仑沙坡初6早多发生游客跳水都市的意外，风台来进前风影比平常时较大，市政府宣布研究提早扩大封锁海部范围。因为有看到说是8号、9号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中午就会离开了。现在暑假期间，就是在沙滩游玩的比较多，那当然封闭的话，一是会有影响，就是不能下去嘛，大部分游客就不会过来这样子。附近店家分析，风台来旅客形成受阻碍，对业绩可能造成3至4成影响，不过也是安全上重要。另外，同款伫海景第一排宜兰地区，虽然也无设立灾变中心，不过同款有风险，海巡人员紧扩劝游客离开。乌石港边海涌一涌煞一涌，已经慢慢有长涌，上海洋船嘛全部停航，紧泊伫港边，渔港嘛早就停工。台风就没有出去了呀？没有。什么时候才会再出去？应该11号。气象署嘛预测为初7至初10，包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沿海，拢有可能出现长涌，甚至北部、东北部海面也有可能出现涌悬6米以上的大涌。民众一定都爱提早做好应对，袂使无注意。记者采访报道。配合城镇沦陷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 ，NCC 下晡2点半有发布细胞简讯。这届演练呢会伫咧中部、北部这2个地区来实行。不过讲到这行动网络已经成做现代人一定爱用的物件，时到呢这户籍订车票拢可能受到影响。这个警方走出这警讯通知，讲初7下晡2点半 ，NCC 发布灾防警告细胞公布，依个8月初10中部地区和8月13北部地区，伫下晡2点半到3点，会配合城镇韧性演习，演练行动网络降速，到时手机上网有可能会受影响。亲像有手机买车票坐高铁、台铁，都要注意降速有可能造成不方便。演习期间，如果你想用高铁的 App 买票，甚至于是用 QR code 来进出车站，可能都会因为网络降速有产生一些问题。不过
呢，高铁也表示，其实车站都有提供免费的 WiFi， 如果是连 WiFi 就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就是多少会影响，因为如果进出站，我们可能就要多抓一点时间，不然就会卡在那个票门口这样。在延期之前，先把票取出来或怎样啊，这样子处理啊，因为它都已经公告了，所以你就可以先做处置的作为啊。演习的期间，若是想要用手机的 App 要高铁代替的车票，还是登录电子车票退票等等，有可能会有延迟的问题，建议会当提早来退票，还是连车头提供的 WiFi 等等，机名的部分，不管是邮局还是银行，使用行动网络转销纳钱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延迟，还是无法度完成交易，建议会当闪开这个时段，该用购网还是去柜台办理。惯使用行动支付的民众到超商餐厅消费，建议在现金做备用的工具。应该没什么非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付的必要性吧？那本来就会带一点现金在身上，所以还好。外省问题都零骑车赶要完成订单，外省平台嘛关到挖客网络地图，在降速延练的期间，用个手机的地图可能无法度用。降到那种传统拨接网络的速度的话，可能就会没有办法运作。平台目前的因应方式是会暂停接单，比较不会让外送员卡在路上。面对城镇韧性演习，第一摆投入30分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各行各业全面备战，降低对日常生活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丹那市风台吞大台南后壁区因为失电基地台受损，影响到这资讯的通知。为了要提升这社区防灾韧性，台南青年共援网的团队研发出片可行动网络或者是 WiFi 的社区端通讯链，扩跨地区上远会当传超过5公里，会当正做灾害发生初期的备援机制。将安全装备8支的电火条化，甲通讯一点一个转起嚟。伫台南后壁区要建造一条无可行动网络 WiFi， 就让连线发挥中继功能，用站点一直转传信息的通讯网络。它是以蓝牙的节点型的方式，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就是它的点只要够多，把讯息传到它想要传递到的地方。可以透过手机蓝牙的方式连到装置后，你就可以传讯息给有 mesh tenny 的这个节点的人。我们昨天测试其实从后壁就可以传到我们的板桥。这种通讯网络会当当作无需要行动网络的文字对讲机。共援网团队测试过，上远会当传到新北市邦桥，内面的电池用太阳能充电，搭配蓝牙就会当操作。就算基地台故障，只要一点一个伫咧运作，就让用系统回报灾情甲需求。它不仅是一个单一计划，而是能成为一个低成本、实际维运的一个模式，能推展到其他的一个地区。去年丹那市风台侵袭台湾，台南市伤害正严重。后壁区因为停电，基地台歹去，通讯断去。市府甲在地青年团队讨论灾后复原的需求，拢认为通讯是重点，所以才有这套系统。市府强调，这套系统唔是要代替现有的经销或者是政府防灾通讯设备。是要做闭环，若拄到重大灾情、通讯断去的时阵，社区会当家己运作，互公所这款单位会当正紧就掌握电讯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早起失电1点钟了后才恢复供电，台电表示讲是因为内部设备异常，也因为当咧进行汉光演习，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就质疑讲，这能源论线加城镇论线拢是假。不过，这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就指出讲，这是大一事件，无必要放大到能源政策。早龙规片暗扫扫，行政院园区初市一透早发生供电故障，因为天气是热翕翕，真侪人走到门卡口来等待。台电的车就伫咧行政院外口，人员到现场赶紧来抢修。台电讲，行政院是伫咧早起7点34分失电，现场确认是内部的设备有故障。若8点34分电就拢已经来啊。今年汉光演习初5登场，城镇轮成演习嘛做伙来展开。行政院雄雄失电，互哪位的质疑城镇的轮成变做是咧画口号。这显示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如果行政院自己停电，然后第一时间备用电源没有办法及时供应上，这已经显示我们所谓的城镇韧性已经有很大的破洞了。只要碰到用电的问题，我想蓝白都会无限上纲到缺电。
都会无限上纲到能源政策，都把它来作为政治的攻击。专家分析，行政院是国家相关行政决策的所在，适当除了冲击日常的行政作业，嘛有可能会甲各部会之间的沟通出现空隙。若是相关的备案机制无稳定，佮拄到一寡重大的命令要来发布，恐惊就会错失先机。电力跟资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直管的界面啊，你没有这些东西通联，你很难去做后续的处置，不管是通联啊，或者是一些甚至于是一些命令的这个下达，这些都必须要纳入备援的机制。专家呼吁一寡重要的相关单位甲机关，唔但要有电力有备的资源，包括资通讯等等环甲直的联络机制，拢要有即时应变的措施，才袂互敌军会使软空软碰，偷偷啊攻击咱。记者综合报道。外送专法施行了后，就外送员团体指控讲，Uber Eats 平台当初讲初六会照规定重新计算薪水，所发现讲公司也无甲每一笔的订单分开计算，因后礼拜要提出加重早起的告诉，那劳动部强调讲会依法行政。外送员拍拼争取外送专法，总算伫7月2日起行。外送员团体初次甲劳动部订正，指控 Uber Eats 伫专法实施进前，为着避免外送员爆发计算风潮，平台发布公告，承诺8月初六会照法定基本报酬，甲薪水报好到，结果煞无采一单一价的方式来付薪水。如果平台拒不改正的话，我们下周将会到地检署正式按铃提告外送平台 Uber Eats 涉及加重诈欺罪之罪嫌。外送团体成员以自身的外送经历，得知点出平台违规的情况，强调照专法一连续送2单，总共开54分钟，应该爱赚差不多220块。不过平台却违法闪一单一价的原则，敢若算互伊118块，违法得利102块。秘书将因的辛苦钱转做企业的违法得利。平台透过所有的 APP 去跟司机讲说，我们的每笔订单只有重叠的部分全部都要除以2，全部都要被扣钱。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过查证属实，确实是有违法事实，那我们会以按人处罚的方式来去做裁罚，同时每案的处罚金额会以2万块以上来去做处理。对此，劳动部强调，平台若准无依法将达单的外送服务时间实实在在算好好，外送员一检举会裁罚到改正为止。不过，平台发出声明，强调新法上路了后，外送员的报酬提悬18.2%，整体订单量维持稳定，会向主管机关说明实际运作方式。不过，并无对外送团体指控具体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对今年开始呢，这药检留一天薪会当用几工来做申请的单位。劳动部今仔日公布上届新的统计，到7月底用这几日来申请药检流程的超过4万笔，甚至到7月呢，这男性申请比例超过51%，是连续第3个月坐过女性。明仔载就是8月初8父亲节咯，劳动部是认为讲呢，或者药检流程的申请更较有春秋，也明显提升到男性参与药检意愿，和男女更加平等。爸爸伫公园陪囡仔，算甲真欢喜。传统的观念是查甫人伫外口拍拼趁钱，查某人顾厝内。不过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即摆的少年爸母想法也豆豆啊咧转变。这小孩也是2个爸爸妈妈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多一点陪伴会比较有助于他的成长。不全是女生应该要做的事情啊，男生本来也应该要负责啊。夫妻本来就是一起的，分工啦，就是爸爸可以多做一点，也可以很好啊。若是倒讲伫厝内有也未满3岁的囡仔，会当申请用 A 流程。劳动部对今年元旦开始，也放令会当用日来做申请的单位。根据劳动部的统计，1月到7月已经有超过4万笔的申请，而且7月份男性申请的比例超过51%，已经连续第3个月，爸爸来申请的比妈妈更较侪。7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已经达到51.9%了，较6月的50.7% 有持续的增加，而且这是自今年初开办以来，男性的单月申办比例连续第3个月超越女性。兵团认为，虽然开放用日申请较有春秋，但是目前的规定是袂当超过30天，对大多数的爸母来讲，也是无够用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有给付6个月，30天只是其中的1/6而已。那对于家长使用育婴假的意愿来说，它这个弹性的空间还是不够大。
拜六就是父亲节。劳动部表示，用日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爸爸侪过妈妈，统计数字显示台湾的爸爸愈来愈愿意投入有囝、顾囝的行列。但是民团呼吁，劳动部未来要继续推动用点钟做申请单位，安尼才会更较符合父母实际上的需求。记者顾玉琪、王志光台北报道。南投德山有238年历史的林庄本堂，最近要请人来整修门神的彩绘。有专家表示讲，本地门神呢是中部真出名的彩绘师郭焕章在生的时阵的作品。电影也希望讲会将把本地门神保存落来。南投县政府今仔日和专家学者做伙去现场会看。这是南投德山有238担历史的林家祖师庄本堂，最近拍算进行门神彩绘修理。南投文化局和专家学者拜过来会勘，技术大学的教授柯良进一个看，就认出这是名家郭焕章的作品。这是最明确的是郭焕章先生因迄个体系迄种门神的门神班啦，哦，包括伊这个剑啦，包括伊的手势吼咧。吐喙手这个部分，这需要有真大的迄个画图的迄个功力，而且有法通遮尔流畅的迄种笔法。阮是认为讲会当做新的门帮来替换起来，这个就做文物来保存。牌匾下面有一个刻名，写着天赦，这是画师柯焕章的孙仔柯天赦的名。文化界人士认为有保存的价值，建议规片门来换新，旧的拆落来保存。按过林村本堂的主委表示，修理费有算价43万外，换新的爱100多万，无法度负担。阮的预算才43万5，但是呢，我有拜托个工业师讲，你若这收起来，来装做新的门类，爱偌济？因为爱请120万啦。加出来部分来，互政府会当甲阮斗下去，互阮安尼吼，会当好法来保存一个迄类。因为921大地震的关系，南投真侪珍贵的文物拢乌有去，门神彩绘保存较会引起关心。目前门神的彩绘并无文主的成分，南投文化局是建议林庄本堂的管理委员会依照文资法来提出申请，交予专家来认定，互伊有文主的成分受到保护。文化局会当来协助。记者安义修南投报道。有84年历史的新竹市消防博物馆，经过5年的整修，今仔日搁再开放啊！内面有保存真侪早期的消防文物，也有地动、防灾、水灾、火灾等等的防灾体验，咱做伙来看卖。中手大力嘅摇，就发出警报声。这台是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水灵车，过去捌用过这台古董水灵车拍火消防队员，讲到过去拢是火药。出勤的第一辆车都是由这一台来出勤，那由指挥官驾驶，那指挥官按坐这边，另外2侧各要有一个苗子手一个负责帮忙摇蜂鸣器。那后面还要有2位为苗子手，一个敲警钟。新竹市消防博物馆是1942年起的，到今已经有84年的历史。过去捌是大新竹地区上悬的建筑物，经过5单外的修复，拜5重新开放。建筑师表示，因为建物的未少建材，目前市面上已经拢找无，也有修复过程拄到未少困难。它的瓷砖非常特别，是那个布纹砖。布纹砖现在已经没有生产了，包括一些比较旧的材料，我们都要去把它仿做，然后再做回去，按照古迹的工法做回去。早期这个是新竹最高的一个建筑，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6楼顶的钟楼的部分，以前都是我们在那边是一个守望相助值班的一个地点。那因为这个早期是最高的一个地点，所以那边有值班的人员，他一看到哪边有火或是烟，我们就会指派消防车前往。消防博物馆除了展示过去的消防设施以外，伫内底也有地动、消火、防护这个体验知识，互民众会当咧参观历史文物的时，来当加强防灾的知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桃园市有39间艺文馆，桃园市新价处抽查，发现讲一寡艺文馆游客真少，浪得了钱。现在文化局表示讲，艺文馆呢有保存文字甲教育功能，无法度用参观人数也是收入来评论好歹。
这是鼓山县公里川贯穿文化园区，1968年起的是桃园市唯一完整保留宪兵眷属的宿舍，记录台湾早期宪兵部队的发展，也有贯穿生活的演变。如今煞互新界部点名，面对人气下降，也有手指出现红字的状况。有人若有闲，就来看，来去参观啊，入去内底看，看遐古董啊。你讲什么时阵人较济？拜六礼拜较济啦。是不是觉得游客人有比较少？哎，比较少。哦，怎么说？啊，有参观一次，没有第二次了啦。对呀，就没有新的花样就是了。没有新的花样。桃园市39位的艺文馆舍，这3档的参访人数突破332万。新界处的调查发现，部分馆舍的参访人数有下降，其中县公里川贯穿文化园区，平均每一天的参访人数由2024年的488人，到去年敢若剩292人。认为应该强化跨局处的合作，提升行销，也有永续的经营。审计处对于桃园市文化局很多的艺文馆舍的这个解读我们认为是对艺文馆舍经营的不理解那也有一些资讯的这个错接。文化局讲，历史建筑甲文字场馆有公益，也有文化保存的意义。历史建筑甲古迹的维护成本是非常的高，甲一般的空间无同款。袂当干那用参访的人数，也是收支来评估绩效。未来卖办无同款的展览、跨领域的合作、所有的行销，也有公司合作等等的方式，继续提升文化体验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车戏上重要的就是扮仙，这扮仙代表甲神明祝寿，系因为气氛真热烈，真侪人爱看扮仙戏。台北王戏馆呢，即届以扮仙戏做展览的主题，甲布袋戏对庙口搬来到展览会场，佮再加入着现代电影的元素，希望传统文化有创新，也吸引更较侪人来了解文化。老热的鼓吹分贝音，色派光影变化，传统布袋戏当中的公道新鲜特点功夫，这是台北古戏馆以扮仙戏做主题的展览。这摆展览参过去伫庙埕看到的翁仔戏无啥共款，加入现代电影的元素，希望外国人也会当来认捌台湾的传统文化。这摆展览主要是要介绍布袋戏伫咧庙埕，啊是土地公生，啊是妈祖生的时阵的做戏的过程，所以因是把台湾的传统文化，互外国人嘛了解嘛知影。布袋戏甲现代的元素，三甲互传统文化有新点点的一面。策展人也希望透过新的呈现方式，也通吸引少年人来看戏。啊，那为了传承，台北古戏馆也开放6岁以下的囡仔，会当免费入场欣赏。我们其实一直都有推动，像我们国小2年级的小朋友，他有一个预约生源的活动，就是全台北市2年级小朋友都可以来预约参观偶戏馆，而且是不用钱的。传统偶戏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文化代表，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保存跟典藏以及推广，跟最重要是教育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台湾传统偶戏的这样子的文化。文化传承需要资源小径，文化局表示会透过补助翁仔戏的文化保存者，互因通继续保存甲推展传统文化。另外，文化局甲台北古戏馆嘛邀请民众做阵来看戏，亲身体会传统文化迷人的所在。记者董家良、谢桂林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国际社会上界新的情形。来看泰国的曼谷，伫咧曼谷的郊区呢，有一间中学初7早起发生一桩凶案。一名14岁学生伫咧厝内面先甲阿公阿嬷害死了后，佮去到学校对老师和同学开枪，落尾伊来自尽。这件事件包含凶手在内有8个人死亡，死者内面有5位是老师，另外呢有15个人轻重伤。教室外口庆声响袂停，学生秘一个大卡，有人惊到哭出来。泰国曼谷郊区南部地区的碧溪林中学，早起10点左右发生枪击事件。现场的学生讲，看到一个穿旧色体育衫的人手举枪，经过教室的时阵，对一个上课老师开枪，现场真混乱。真侪学生一开始就是讲有人放炮啊，尾也感觉无啥着，赶紧避起来。
ปึ้งปึ้งปึ้งผมก็มันก็เงียบไปช่วงนึงครับแล้วก็ยิงมาใหม่ปั้งอันนี้ทีแรกผมไม่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ปืนนะใช่ครับพอเสร็จพวกผมก็จะมาเข้าห้องน้ำคิดว่ามัน警方加急救的人员赶紧赶来现场，将学生疏散到另外一栋楼。警方拿苹果、清酒还有换侪武器，拿缩小包抄的范围，要让这个清酒看无路通走，伫一间教室内底开枪自杀，送去病院半路死亡。当局讲，伊是这间学校14岁9年级的学生。ที่ด้านขวายิงมาแล้วก็แบบหลบแล้วก็ยิงที่ด้านขวาแล้วก็ล้มลงแล้วก็เลยขึ้นไปปุ๊บไปเช็คที่ประจรน้องยังมีอยู่แล้วก็เลย CPR กัน。警方讲，这个少年人先伫咧厝内开枪杀死阿公阿嬷，要让才走来学校杀人，总共开26枪，还佫剩34粒枪子。伫徛街找到的证据，发现伊耍游戏耍甲真疯狂。有一个老师讲，这个囡仔已经成绩袂歹，唔捌有攻击性。因为伊犯罪原因，怎么还佫伫咧调查？泰国总理安努廷也来到现场关心。รัฐบาลไม่ยอมให้พบไม่ยอมให้ต่อ。泰国的法律是有限度准合法有情，不过这个限定无犯罪前科的本国的公民用自卫的名义申请登记。即马政府已经全面冻结公共场合早庆的许可，并且严格限制接触延期。今年2月，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校长在内2个人死亡。再过半年，又发生这件案件。反对党领袖希望政府全面检讨枪击管制政策。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尤查南讲，官方会宣布一项心理健康行动计划，因应枪击事件对校园甲社会影响。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宣布要全面废除无身份移民因伫美国所生的囡仔的公民权。不过最近呢，去予这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川普昨搁再签署2项行政命令，是要来限制囝来到美国旅游，说是要来美国生一个美国囡仔。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concerning birthright. 美国总统川普搁一届要来挑战出生公民权，找到伊签2项行政命令，想要伫咧宪法的限制之下来找出一条出路。You have one man came in with a family, said he had 56 children. Another one came in, they said they had 98 children. This was not what it was for. 最高法院伫今年6月用6票对3票裁定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所有伫美国出生的人自一出世到美国国籍，等于是拍清美国总统川普进前的禁令。不过，今麦白宫就决定要来甲政策了啊调整一下。这2项命令，头一项是将外国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成员，也搁有外国政府代理人的囡仔，拢排除在公民权之外。The second action that he's taking, which is especially historic, i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n American history to ban birth tourism. 第2项行政命令是直接甲借旅游商务的名义入境台山的人定义做是入境诈欺，国务院甲国土安全部会全力打击代办业者，而且拒绝发签证。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pretending to be a visitor, saying they want to go to Disneyland, they want to go visit a monument or go to a national park, but the real reason they're here is to have a child. 不过民权团体就警告，这新的命令本质上嘛是违宪的，拍算要来赶紧提出告诉。所以川普的新政策，若个上宪法法庭敢拼赢咧，国际拢紧紧看。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南韩这礼拜出现42度半的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伫咧首尔郊区有一个地段叫做光明洞，所变做是会当休凉的好所在。首尔翠沙第一遍发布相关等级的冠军警报，真侪人挡袂了造化37倍度的温度，走来地下天然冷气房纳凉。아주 시원합니다. 그 냉장고에 들어온 기분이 납니다. 首尔附近郊区的光明洞原本是一座废弃的金矿坑，要内面改造成这有黄金瀑布、黄金路加地下湖。敢若听到水声就感觉凉。另外有一寡路段结合现代的镭射灯光甲艺术导影，袂输敢若行入梦幻的地下世界。真侪人伫来遮了就唔敢要走，当内面规年窗顶的温度拢伫咧摄氏11到12度，唔若凉甚至会冷。看工作人员拢穿厚外套，惊寒的人衫会加穿一领。 혹시 몰라가지고 애기가 너무 추울까봐 옷도 단단히 갖고 왔는데 여기서는 진짜 너무 시원해가지고 애기한테는
네, 입혀야지 좀 버텼어. 네. 天气这么热，除了来这个地下天然冷气房，上好的办法就是家己开冷气。不过，伫咧首尔好亚人区、江南区边的九龙村冰面区，厝拢是插板加防水防暴起的，无材料负担装冷气的电池，出来热较敢若火炉。 낮에 보통 온도가 여기가 한 35도, 6도, 5, 7도 이렇게 나가잖아요. 그럼 여기 40도가 넘어가요, 무조건. 40도 이상 돼요. 그러면 잠을 잘 수가 없어요. 为了要协助弱势民众，政府伫咧冰面区内边设管温的庇护所，或是大人来遮吹冷气。因国家建一条过江南区有一人比，因住伫咧有空调的高级厝，临冰加比。 两边袂输敢若天差地，也看到南韩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偌大。公司新闻詹桂林编辑。这回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8度到3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6度。个未来3天气象。 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